听，这是谁的声音？每天来实验室，你会发现真相越来越会浮出表面，被称作匠人。打球就是做选择题。主管每一年就是借阅量最多的，可能会让别人觉得我们在不务正业，很少会有男生。遍地是朋友。哇，这都是。人生的十字路口，学习被赋予新的意义。大学，青春的中转站，学子们踏上不同的专业道路，终于不再为背诵全文而苦恼。新的知识体系，新的起点。当学科更加细分，认识世界的方式开始不同，追寻真理，亦或注重实践。为了各自的目标，学子们再次出发，他们积蓄能量，只为破茧而出的一跃。青春不留白，做选择需要勇敢一点。